你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響節目開始之前，記得按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你哋嘅支持係我做片嘅最大動力。到下方說明位置，點擊文件連結，下載文件，然後解壓至桌面。一、用一 Party 連結3思路遊戲。二、選取二命令內容，貼到 Party 終端，執行命令。二、再看一次詳細。三、用 WinScape 連接路遊戲內存。四、視窗 LR 到達指定位置。二、以下兩個畫面，再看一次詳細。四、尾視窗 L 到達指定位置。二、選取 U-boot 邊。四、B 視窗 O 到達指定位置。二、視窗 L 的 U-boot 邊放到這裡。成功複製 U-boot 邊到視窗 RTMP 之後，關閉視窗，轉到文件夾 EH3C README， 到達指定位置，打開 README Text。一、選取以下文字。二、由標鼠到指定位置按左鍵，再按右鍵。三、程序自動進行。三、拔掉電源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有啲收穫，唔好吝嗇你嘅點讚、留言我，仲要記得訂閱埋我嘅頻道，同埋幫手分享出去，讓更多嘅朋友知道呢個有趣嘅世界。下次見啦，拜拜。